昨年也就是2023年的12月底，伫新竹一场火灾，这个29岁的消防队分队长尤尚华呢，伊是成功来救出4个非法移工，不过煞造成家己不幸来过往去。伊的阿爸呢是投诉，因为呢这代志发生2冬以来，这相关的人士拢无来甲家属会师咧，而且也无来和解。这当时呢火灾的所在嘛是违建的，不过煞嘛无看到这县政府甲厝主，也是讲这移工的雇主呢来提出法律的追究，所以决定要甲新竹县府来提出国家赔偿。邮务专指出，尤尚华过去放弃优秀的学校，选择做消防员报效国家，不过不幸为国家殉职。代志发生2冬外以来，却无看到政府对当初时救出来的非法移工、雇主以及违建的厝主提出相关追究责任。雇主来聘移工的话，他们负责消防安全及住宿安全的管理。哦。那他非法，他当然都没做啊。新竹县政府跟我讲说抓不到人，新竹县政府的我不知道是谁个单位写的，我不晓得。他说找不到雇主阿后啊，我就非常不服气的啦。宁可用自己的生命去换小孩的生命了，这一辈子根本回不了脾气。我从他死到现在，我每天都穿着全身的衣服啊。邮务专表示，过去2冬外以来，当初时发生火警的违建，到达若无拆除，厝主甚至阁继续说服别人。伊认为公部门多日延迟追究，所以对新竹县府诉求提出国家赔偿。那2个赚钱的非法的违建的，还在继续出租牟利，也不除了对我们道歉和解。这个不是公部门不作为吗？有关家属所提的相关的一个刑事或者是民事的诉讼的部分，这个部分已经进入司法的一个程序。那我们在这边也会持续的一个关注后续的一个判决状况。对，有些人如果觉得本府有国家赔偿的责任，可以书面提出申请，我们会按照法令的规定依法来处理。另外，邮务专嘛指出，政府拢无针对聘用非法移工的雇主进行相关追查，而且嘛无人来甲家属会师咧和解，对家属来讲，公平正义到底伫倒位？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。